刷咧呢，就是要讲第三品，就是属于语文品啊，名叫做讲做语文品第三，所以叫做讲做语文品啊，就是讲为出事因呢有所语文，语文呢是啥物呢？就是达摩祖师甲梁武帝讲，你安尼做无功德。当时呢，对往生上叫世界这个问题，因有所疑问，因为疑问呢，所以啊，就来请六祖慧能大师来对因啊开示。这个疑问品啊，那是在形性是本，乃是在第八。伊的名称呢，就是讲伊这个品名呢，叫做问答功德及西方相状文，那是在下卷。也这个研究品呢，是摆在第二，叫做识功德净度第二。迄个内容啊，虽然是讲差不多共款。但是咱现在是所用这个宗宝本呢，是第三品；形性是本呢，是变成在第八；研究本呢，变成在第二。前后的次序呢，有小可不同。二本片的内容就是达摩祖师甲梁武帝的对话。达摩祖师指出梁武帝所做的，毋是功德。当时往生上叫世界等等的这个问题啦，我那是有所疑问。今晚咱要来解说疑问第三，爱解分作7段。第一段就是说明说法的由来，就是慧能大师来讲这个疑问品的由来。第二呢，就是说明达摩祖师讲无功德的迄个话。第三就是解说功德甲福德。第四就是西方108000之说。第五就是自身的密度甲唯心的程度。第六呢，就是开始无想常劝人修行。第7就是对说法的总结，分作这7课。现在是咱即马来讲头一课，就是一日为处事为师摄大会斋。斋日处事清师成作，当官僚师事属用再拜。文曰弟子问和尚说法，实不可思议。今有小疑，愿大慈悲得为解说。师曰有疑即问，5段为说。这就是疑问品第三分落来的头一课，就是明说法的由来。一日就是讲另外，再有一日啦。再有一日，这个为处事呢，来为师摄大会斋，就是讲这个为处事来为着慧能大师来摄这个大会斋，所以叫做讲做大会，就是大法会。在这个大法会中设迄个斋供，所以名叫做讲做大会斋。大会斋也可以讲就是备办真正这斋供，来供养慧能大师，供养所有这出家师父。在家己师设这个斋供，来供养净宝呢，可以讲就是功德最大。当然，这个功德大或者是无大，
应该呢，就是讲下着当时的需要。可见在当其时，咱细阵迄当时阵，以及甲以后一直提倡讲实在功德无量。那在迄当时阵，对食方面呢较亏欠，因为对这食方面较亏欠，所以假如你来当好实在供，来供养出家人，安尼这个功德真大。因为出家人在平常时阵食是真辛苦啦，要食一顿较澎湃就无当食。换一句话讲，就是讲在身体方面要吸收较丰富的营养呢，并不简单。在这个情形之下，会当好来设这个斋供来供养，这个功德真大。但这个情形甲咱现在是讲起来就无共咯。尤其是咱中华民国丰衣足食，会使你讲全世界只有咱中华民国、咱台湾地区的这人是食上好。这是包括了日本啦、美国这款的经济丰富先进的国家，因都食无咱的好。所以咱会使你甲伊讲，咱迄阵时的营养已经是够额。你看咱现在时一直伫讲，哇！我食了伤大苦咯，要来减肥啦，毋通食较济啦。那可见就是营养过剩。在这个营养过剩的这个时阵，咱来实在供养出家人，那这个功德是毋是甲以前共款呢？因为咱现在时并无这个需要，所以假定讲咱要请出家人食饭，也无需要像以前讲哇，办甲一道翘澎湃。平常安怎样食？上计佫加一项菜、两项菜，安尼就可以了。诚心诚意就是功德，无需要浪费。为着要请出家人，浪费，出家人伊要互你请，也是爱了伊的时间，那呢到底是毋是有功德？这是咱现在是考虑的问题。因为伊无来互你请在寺院，伊食伊的饭，安怎共款有够营养伊来互你请呢，变成讲都还佫行路来互你请，再佫倒转去。不管是坐车或行路也好啦，总是爱了时间啦。所以咱现在是对于这个斋供功德这个问题，就是要考虑出家人伊的时间考虑讲那么伊的需要是如何。假定讲咱会当好将要供养出家人的这金钱呢，来摕来做弘扬佛法的功德。反正这个功德佫较大，不一定。这是我讲到这呢，提出来补充说明。即摆遮所讲就是讲，有一天这个为出师为着慧能大师来设大会斋，来供养这所有出家人。最轻先听讲，就请咱各位暂时分享，我再佫继续。